立法委员郭国文伫顶礼拜因为收到未少渔民的တင်情，表示因为气候的异常，造成海水的咸度偏悬，地区7个饲的蛤蟆死亡严重，因此上午特别邀集中央农委会渔业署、加水产试验所南下，一方面听取渔民的心声，另外嘛针对土壤甲水质进行检测，希望会用查明大量蛤蟆死亡的原因。有将近600天拢无落雨。咱的水族强，拢头无多啊。咱的我是就讲，今仔日拄好，阮遐拄有咧掠咧清壳啊。今仔日等下咱若拄时间会拄好，我就讲麻烦咱立委安排时间，咱拄来现场看卖一下呢。这上一定爱去啊，是一定爱去。你的面积差不多大，你的面积差不多大。阮庙伊遮拢进要到30家。你啊，差不多30家。30家，拄好使用这个机会啦。伊先过来这个啦。好。先过来这个，拄好。先过来这个，拄好调这个时间啦吼。因为你甲我讲的时阵嘛，我是礼拜的时间，我就赶紧排啊。感觉是因为这个无落雨的因素，降发特别高。我了解。伫个座谈会过后，一行人嘛实地到养殖的渔温现场会勘，经过实地采样，咸分大约是42%，也就是4.2度。不过渔民表示，这是因为顶礼拜拄落过雨，若无咸分会搁较悬。饲蛤蟆达人王荣瑞表示，以饲蛤蟆30-40冬的经验，今年会用讲是损失上严重。这礼拜估下来蛤蟆现场大约有15万斤拢死亡。如果是气候的问题，希望会用争取中央天然灾害的补助。今天发起会勘的主要目的是我们的养殖渔户面临这个极端气候的问题，所以呢，天然灾害所造成的渔损令人超乎想象。那今年的这一个渔损的灾害，相较于前年初我跟陈主委来会勘的时候，原因有所不同。那前年初是因为西南气流的关系，因为那个太淡，所以呢以至于呢那个婚友要死亡。这次是因为太热。太咸度太高，连养殖达人也没有办法。依照它养殖的面积呢，目前发现已经超过15万斤之多，那已经占所有它的这一个养殖量的这一个1/4。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农委会，还有地方政府农业局。那个水事所，还有我们邱经议员等特别来这边会勘。那我们希望呢，就这会勘的结果，能够得到一个一定程度的天然灾害的补助。但是天然灾害的补助，我必须重申，这不是养殖户最希望的一个结果，这是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帮忙。早暗的温度差上济，都拄到伊无足久无落雨，5-6天无落雨，所以这。阮伊啊，密林土咧生活，伊袂堪即气候，安尼转变都减无落雨，所以今年我遮有哪，我看我遮死上济啊，拢歹势讲出来尔。当进猎海了，超过有15万斤啊，顶水底还袂掠的，迄拢还袂算落来。立委郭国文表示，以现场损失的比例，大约已经超过1/4。对此，渔业署嘛表示，会要求水产试验所来调查，同时嘛希望市府甲区公所加强甲渔民的通报。立委嘛表示，会要求农委会甲渔业署伫个2礼拜内来回复，并针对蛤蟆的灾害后续发展做进一步的报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